哦，好，下盖落宜兰汤啊汤啊城汤啊城，宜兰汤啊城的边部，未得到道理的以前，未得到道得到道理的得到道理的以前是洪流，洪流在主，呵呵，洪流在主，很很管很管曲拢话啊，这是什么？很管是什么意思？很弦管弦贯曲，很管很管曲啊，安尼就弦乐啊，了解管乐，了解了解。嗯，哦，这你讲话就出于很管曲，很曲甲管曲拢会晓的意思。嘿，很很管曲拢话，伊咧搬咖喱戏，哦，嘿遮厉害！伊咧搬咖喱戏，哦，伫183年，所以是一个艺人迄个意思吼。嘿嘿，洪流宅主嗯嗯，搬咖喱戏，呵呵呵。伫183年，该无事去宜兰传道理，迄碟拢无人买信，到伫番社头，盖热北部，等等，盖热北保良。北保良，北保良听起来亲像什物江湖的艺人迄个名吼，北保良，呵，北保良，乌面嘛是啊，就就像迄乌豆也是什物款的，北可能是保良，乌面外号衫，啦，我咧摇啦，外号对，外号，啊，盖洛敢嘛是一个外号，盖这个就洛，唔知，呵，盖洛，北保良。乌面三人听见道理，大声信，则鼓舞政府保着信，带该无事去设拜堂。伫1884年，盖热有来淡水读新学，后来热心传道理。领台的是陆军，陆军对什么？二对，二队对，奥迪，对，迄个地名吼，嗯，对，对就山，歹势，对，对就山，伊踮伫新社，新社受着真危险，伊有做陆军，是陆军吼，嗯，对，伊有做陆军的带路，伊做传道到一世人，好了解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呃，这家你看有无？领台的是陆军，这应该是日本皇军啦，对二哦，队上山，因为日嘿，本人来的时阵是对二队上山，嗯，上山就是登陆吼，大概就是，在讲上山，就算我了解，嘿，嘿，就算了嘿，解意思，嘿，嘿啊，啊，嘿，嘿，好，来，安尼解释就嗯知意思吼，好来，嗯嗯我来对头前甲读。嗯，下界热，是宜兰糖仔城，我记得糖仔城是什么所在？我看无。好啊，来看麦，好，汤啊是啊，嘿，我来看刚吹，敢是头城？来看麦，嗯，诶，这个吹无。
汤啊写头城，嗯，汤哦，啊，诶，城，是这个大溪汤仔城啦。哦，是大溪哦，哦哦哦，对，真好真好，原来是这个，原来就是遐，袂歹，我有啦，因为有大溪有一个汤仔城温泉旅馆。系啊系啊，感觉真有理。汤嘛，但是嗯，是写啊，毋过汤。一个是系啊，就是第一条甲第五条，系嘿，啊，感觉北部腔第一条、第五条是就是事上是汤仔咱做伙，城。嘿，汤啊是啊，嗯，汤啊是啊，应该毋是汤啊，汤嘿，若是换做第一条来看觅，汤嘛揣无，嗯，汤啊，若是用汤啊咧，汤啊就迄个汤啊，食汤啊迄个汤啊，嘿，敢若有泡温泉迄个汤啦，汤仔城，我咧药应该是这啦。啊，就无就无是上汤仔城，嘿。上有可能的就是遐，嘿，好，嗯来我继嗯，续读吼。好，是下界热是宜兰汤仔城的边埔，嗯未得着道理的以前是风流财主，县管客拢话，伊得搬家咧去。伫1883年，该牧师去宜兰传道理，迄碟拢无人要信。到伫番社头，这才是社头啦吼。嘿，介热北保良后面三人听见道理，大相信，嗯则鼓舞正边埔着实，嗯带介牧师去设拜堂。伫1884年，介热有来淡水读神学，后来热心传道理。领台的时，陆军对恶队上山，伊踮伫新社，受到真危险。伊有做陆军的带路，伊做传道到一世人。嗯，好，下面继续，好，好，继续，后一个是该是阿文，好，世界，诶，该阿文，嗯，好，是该啦吼，世该界，是阿文。该，嘿，该是阿文，该是啥物款的是呢？该像马甲的咖喱啦。干妈该的我嘛该，毋知对是嘿该嘿。啦嘿啦，是嘿，好。好，该阿文是大马因的教会人。伫1883年，该牧师有带学生去宜兰，迄时宜兰边埔真惊啊，真惊，真敢真惊，呵，因真惊，毋毋敢，敢信。呵，毋敢信，但逐人诽谤讲，洪门要来降草地，了解。若是，诶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拢若是伊会太薄了。甲人，应该是若是嘿啊，若是，那是啦，我哩有啦，第七项嗯，有啦。哦，毋是啦，应该是讲你若是死了后，哦，我是哦，若是我对对。嘿，若是伊会甲人压目睭吼，即个压目睭，压尸体的，尸体的目睭，嘿，压目睭，粗粗心肝，
后来该无输因过去，因为36社要组织总会，组织总会伫番社头，该无输是机会去番社头伫遐讲道理几若日。迄时阿文的爸该阿文该阿杜好该阿杜听了有名，个等一下哦，个互该无输扳喙齿，扳喙齿是啥物意思？拔牙扳喙齿。扳喙齿。对，吼，我就想讲听起来真熟悉好。好，该无输扳喙齿，了解就姓煞。等一下，姓煞了解就是姓煞。所以讲迄个应该是就姓哦，就姓啊，有一个空嘛，伫遐伫遮就姓煞车该无输去大马因洗拜堂，就安尼就讲会通了解。好，该无输头摆去宜兰阿杜，去宜兰阿杜，赶伊就是驱赶。了解。等一下，我来看卖。头前讲的，系啊，头前讲的嘛是阿杜啊。了解意思。头摆去宜兰阿杜赶伊，也是赶伊。毋过咱事上是讲轻声吼，甲伊赶，好赶伊好，互伊过暝。当反悔爱洗拜堂，了解。阿杜是做头人，信道理了后，将五常拢读。迄个五常就是偶像。好，了解。将五常拢读，也这是啥？免礼了解。免礼通社，免礼通社，拢着拄五常来拜上帝。阿杜应该是献家己的厝，所以讲这应该是第三条。第三条献家己的厝，做拜堂。八宝龙又出现咧，八宝龙也是，请该无输着伫番社头洗拜堂。该无输就派单灵点大马因做团道兼做团道兼番社头大马因各2年久才去拜堂。等一下最后上尾迄句我来看卖。所以讲该无输伫番社头洗拜堂，该无输就派单灵点大马因做团道。迄个兼了解。所以讲敢是意思是派单灵做迄个大马因兼番社头的团道，敢是这个意思？迄个兼的意思，好，兼番社头。好，安尼了解意思啊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因为这是较长吼，所以伊个姓该应该是敢是对迄个该无输迄个该，因为有信道理，所以对伊来信。嘛可能是应该迄个该，因为你那姓吼奇奇怪怪就多。好，了解。
毋是奇怪啦，应该是讲汉字用汉用汉汉字字，它用，汉字对啦，快，嘿，对啊，敢若粗音尔，所以就一寡毋是那较无熟是拢悉，摕来用啦，嘿，是，无应该是用来做生诶，嘛是摕来用啦，嘿。嘿，是，该是阿文是达玛因诶教会人。伫1883年，该牧师有带学生去宜兰，迄时宜兰边堡真惊，毋敢信。逐人诽谤讲，阿门要来占草地，若死伊会甲人压目睭、取心肝。后来该牧师因搁去，因为36社要组织总会伫番社头，该牧师顺机会去番社头，伫遐讲道理几若日。迄时阿文会爸该阿独听了有名，搁互该牧师满喙齿就信，煞请该牧师去达玛因设拜堂。该牧师头摆去宜兰，阿独赶伊，毋互伊过暝，等反悔爱设拜堂。阿独是做头人，信道理了后，将五常拢除，也免得通社拢着除五常来拜上帝。阿独啊阿独献家己的厝做拜堂，北保良也信。请该牧师就伫番社头设拜堂，该牧师就派陈灵踮达玛因做传道兼番社头。达玛因搁2年久才起拜堂。好，继续好，后一段。淡水愈学起好，该牧师叫阿文伫宜兰36社。无接查某囡仔来读愈学，有无接7岁去淡水。伊本身伫愈学做社工，做社工做年。迄时交通不便，宜兰到台北也是真艰苦。对路，等者，对路行土鬼，我看觅敢是一个鬼，即款的土鬼。应该是土匪啦，毋是土系啊，土这敢是嘿啊，我就想讲土鬼，敢是讲着鬼怪，也是这是应该是讲土匪吼。对路行土匪的手嘛。系啊，对啊，安尼讲会较会通，为系啊，土鬼就讲无通啊。对路行土匪围抢，对航船常反风就是有风影迄个意思。我来看犯了风，系啊，我哩有。嘿字里面会知影，里面有即个反风，啊，毋过详细反风拄着风的意思。我伊讲是逆风。对。好。我昨昏看，嘿，看到一句足久无讲的，嘿，叫做季风，季风是啥物？就是逆风。哦，好，逆风。
季这是风，我来环风看麦，吼，环风环风嘿，所以环风就是季风哦。季风，我来看迄个季。哦，第二底收的迄个是第5条，季风，季风，嗯，哦，就是讲行陆地也是行船，拢真艰苦的意思。应该是第3声季，变第成3声季风。季风，了解。好，船季风袂惊吼。季风袂惊。我是昨昏看即个，因为我有即纸等于买一寡台语转来，我读所以这是读伫册内底看到的吼。伫迄个现代台语小说选内底看到。台面我记是看台面的小说。是倒一个倒一篇故事哈。伊篇故事叫做诗人的即个恋爱故。都有季风即个词。我记得是啦，我无写，伊个是毋是对遮看到？应该是。哈，嘿，看到季风说啊，即久无听啊，即久无听，嘿啊，袂记咧讲季风，逆风嘛，等于讲季风。嘿啊，实在袂歹。好，继续。对路行土匪为抢，对航船常常发风。好，安尼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来读一遍？好，淡水如蚵起好，该牧师叫阿文伫宜兰36社募集，这个募应该是第7声咯。募集查某囡仔来读如蚵，有募集7回吧，7回什么意思啊7回个7回囡仔，查某囡仔，我是嘿啊，我拄就读到遮嘛是感觉疑问。太薄些是比较就歹用吼。去淡水，伊本身伫如蚵做社工做年，为虾米也是一个敢是查某人？我想着7回敢是7摆的意思，募集7摆，拢就是7，应该是7摆 7 times。所以阿文是查某囡仔咯。嘿啊，也是感觉会做社工，应该是已经是查某人啊，对啊，无恁也是伊成年啊，毋是嘿啊，毋是囡仔。我咧想讲可能是吼，伊本身伫如蚵做社工，做年，迄时交通不便，宜兰到台北也是真艰苦，对路行土匪会抢，对篷船常常反风。好，阿文也捌受吕师会受吕师会派去帮赞教会，也捌帮赞马街医院，伫遐讲道理，互病人听。到较侪岁，身体较懒，所以休困。无讲是几岁，好，咁咪好，这段咁咪读一遍。是解释阿文吼，一般伊讲查某会才有一个示吼，解释阿文。系啊。无你有打补像头前迄个什么下。对啊，伊就是查某囡仔，是一个姑娘安尼。下界热就直接讲下界热，就无下时界热。对啊，系啊，我知，嘿是。我来这段上尾段我读者吼。阿文也捌受吕氏会派去帮赞教会，也捌帮赞马街医院，伫遐讲道理互病人听。到较侪岁，身体较懒，所以休困。好，继续是后一个人。第一个哦。好，后边是萧大纯。萧大纯是读册人，
伊伫5国起教册18年久，食菜9年久。9年， 9年是9年好，食菜9年久。该牧师有请伊伫神殿做义恶的先师，这个义恶艺术啦，艺学啦。了解起来了解义恶的先师。迄时伊圣道理煞开初，敢是拄开始的意思？应该是。煞开初，来查一个好啦，真好现。开初。开初。毋是呢，开初是食菜的人开始食肉。开车啦哈。车对，毋是初是车。哇，原来有这个讲法，我之前拢毋捌听过呢。开车足趣味的讲法吼。就是因为我嘿啊，对，因为我家己是无咧食菜的，是嘿是好。开初好，迄时伊圣道理煞开初，伫9月17日1876有受洗礼，迄点45岁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萧大纯是读册人，伊伫5国起教册18年久，食菜9年久。该牧师有请伊伫神殿做义恶的先师。迄时伊信道理煞开初，伫9月17日1876有受洗礼，迄点45岁。好，继续。大纯是真中直的人，人叫伊大纯伯。伊若出门，逐人爱看伊，因为伊有留喙鬚两什么？两尺外长。两尺，这个尺敢是啥物款的单位？两尺的意思票。两尺外长，来看敢是腔口？两尺甲尺，两尺的嘛是足长的呢。尺外，两尺差不多60公分个。足厉害。尺有啊？为什么尺无看到有尺的意思？无就是 typo。嘛是有可能是，嘿啊，安尼较讲会通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对。我看哈，CHIOH 就是尺，所以我咧有开头。系啊，应该是不错。大纯是真中直的人。我为什么读中直呢？我嘛毋知，我就感觉应该读本调哈。中直，你再读一摆，看卖。大纯是真中直的人。有啊，你有变调啊，中直，因为变第7调嘛。直。直，了解，中直的人。譬如讲，无啊，什么的人头前敢毋是拢是读本调？可爱的，一古水的人。对，所以我咧想，我应该是要读中直啦，毋是中直。所以拄则我读应该爱读本调才对。嘿，我应该是读做变调，是中直。我想我应该是拢惯势安尼读。应该对，你安尼讲我就想着，应该爱本调才对。大纯是真中直的人，
人叫伊大顺伯，伊若出门，逐人爱看伊，因为伊有老喙手两尺外长。好，继续。嗯，圣道理了后，伊伊伊伊有做该无书的学生，后来做传道，正中骨力，正中骨力做工，到4月21日1892厝经调伊，好，经调，对，经调啦，但是经调伊。就是爱读，就看敢爱读轻声安尼，轻声伊来紧调，看你要哪读法啦，变调就是紧调伊。对，对，看要哪读吼。嘿，好，信道理了后，伊有做该牧师的学生，后来做传道，尽中骨力做工，到4月21日主经调伊。好，敢爱继续后一个人就是陈元，还是陈元？伊个腔口若是第5条变第3条，那若是迄个是咧，陈即个是第7条，陈。读做淡水淡淡湾啊，读做淡湾。所以讲你若是讲到陈先生，就是陈先生、陈太太安尼。一般来讲，陈先生、陈太太无毋对，陈先生。所以讲先生就是轻声哟。对。陈先生。哦，为什么太太都无讲轻声？陈太太。知呢。听起来怪怪吼。陈先生就是因为主要是要强调伊的姓嘛，要。哦。先就是，所以读陈。陈先生。陈太太都无人读。他迄个轻声就是一个关系吼。陈太太嘛毋是台语的讲法啦，我是哦，毋是哦，我想讲有可能嘛是受华语影响哦。台语内底无台语讲无太太，查某人叫做太太，这应该是无。我就讲想讲生活中有听到就无去疑问，无去摇伊太太。迄是迄个，你查看卖就知吼。系啊，我嘛是好幸。因为这有呢，第二点有收呢，太太。伊讲是敬，而且太太是敬称，应该是迄个年代敬称夫人。系啊，太太。我就想讲，即马的惯势会想讲夫人才是敬称，太太是较普通的叫法。原来迄个应该是时代的关系吼。毋知。系啊，就是讲即马世上生活中你。就是咱就常常讲是虾米太太、某咪太太，毋过无讲是虾米某咪夫人，除非伊是虾米官，敢是官员迄款的，嘿，官夫人迄款的，嘿啊。好，为什么讲到讲到陈即个事？好，好，来个读册，好来，我拄则就好现，好，陈元，好。陈元是大良邦的人，少年呢，毋是少年有学什么武艺袂歹呢，就是八宝龙迄款的，有学武艺。我实在是对迄个外号印象足深。八宝龙。八宝龙。为什么？而且就是八宝尔呢，毋是虾米款的龙，是八宝。好。看知着这个人袂。好。因为我汉字早啦，我用汉字早。无。我想这个人物件，毋过有迄个动物，有迄个是就趣味，就古锥。
好，继续转来好。少年有学武艺，招集做同类，好，同类，感觉伊用同类即个词，感觉是讲着啥物恶道，也是罗盘土匪迄款的不良的人吼。即个词敢有迄个意思？敢有我想的迄个意思？同类，系啊，因为感觉用同类就想讲。因为意思应该是讲甲伊共款的人，啊，毋过用同类即个词，感觉就有不良少年迄款感觉。袂呢，应该哦，无即个意思哦，同类，无，伊是中式的词安尼。我认为是中式。好，继续。做同类，伊教结对中心不吧？等一下，伊教结对中心不，即敢是爱隔开，北隔去两山，这是两长山。这是天啊，吼，长山挂香。好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念给你听，看你听出来嘛？好，伊教结对中心不，隔去长山挂香。安尼就了解啊。过去就是过去长山遐挂香，所以讲就是信不信甲真虔诚，真实啊。安尼告结，信甲真告结吼，信甲真告结啊，安尼就了解。开始，你敢要来读？好来，但愿是大龙帮的人，少年有学武艺，召集做同类，以教结对中心不隔去长山挂香。安尼我就想着啊，迄个大龙帮，敢就是有真侪宫庙，也是宫庙的。大龙帮上介出名是保安宫的款。系啊，所以讲伊迄即个台湾有可能就是有迄个伫宫庙遐啊，所以讲信不信甲真信安尼。嘿是，毋是大龙帮尔，伫台湾四国都专门宫庙，他就找咱。嘛是安尼吼，嘛是有理，好，后壁迄段，伊伫174心大不安，爱去食菜，该在，所以讲伫因迄个概念是认为食菜是毋好的行为吼，伫食菜，也是即个食菜是出家的意思。食菜是为着，比如讲行愿啦，还是讲为着行愿，了解，为着进步迄个意思，了解，就是甲了解，甲即马现代迄个食菜是无共的概念、观念。即嘛足侪人安尼食菜啊，为着我为着阮老爸。伫我即个时代食菜是为着健康甲环保。有诶是讲阮老爸破病，我食菜鱼当好安尼，嘛是有。我杀心就对啦。所以讲伊去大心大不安，就去的意思，了解。好，该在听见该无书的道理，就来做教诲。伊对入教了后，不知为着道理出力，煞心无，这敢是心无？是心无好，煞心无爱去一间拜堂伫大龙帮。毋过迄时大龙帮生应该是姓陈的真歹，姓陈的真歹，因出啦动人
动人，吼，伊出来动人，毋通，即个动，好，伊出来动人，毋动就走动，通做动哦，动人的意思，伊出来动人，毋通插插人的事，了解，毋通插做动毋插嘛，通插。嘿，哦，了解，也变调，毋通插起拜堂的事，因为你若是变调，你后壁的意思就会连就是事修，就了解，了解，对，你就会自然总是，家己画过来。总是但愿不知有势力，以兵所做医生。哎哟，原来伊是医生咧，伊兵所做医生，阁有三品多的歌函。三品刀，三品哈，这三敢毋是第品带刀七条？自卫啦。伊遮敢是太破，伊写第七条。三品刀吼，三品多，即讲三品的歌的意思。哦，毋知所以讲伊嘛做歌，嘛做医生。对啊，哦，这三品刀是官函啊，后壁写歌函，嘿，歌函是啥物？官衔。哦，遮厉害，但是我认了解。为毋是刀啦，应该是刀才嗯，对哩。我看嘛，三品啊，三品是三品，三品是三品，是三品吗？系啊，三品对，伊讲是三品，系啊。三品。嗯，三品，拢找无。系啊，敢嘛是有可能伊迄是太破吼。毋知呢，嗯三品哦，嗯，拜托真正假，三品已经足大官呢。系啊，九品芝麻官，你都摆个头系啊头，系啊这是真正系啊，假九品啊？还是芝麻，系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三品不得了呢，我感觉写毋对去啦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嗯，系啊，伫台湾迄当阵一个进士都足不得了的啊，做个三品去，三品就伫中央级别官员，因为太保系啊，四卿，这相当是差不多我看二品。内阁学士，这就是内阁阁员嘛，行嘿政院部长行政院的迄部长级的，嘿过来嘿三品都部长以下呀，嘿啊，啥可能啦？但是三品刀，嗯刀有可能是刀啦吼，我毋知是嘿到底是刀，就是刀哦牌的刀嘿嘛。哦，对对对，嗯，嗯嗯，好好，先继续吼，继续。三品多诶，歌函，毋惊我毋惊含哦，含爱读做含，含。的伊嘛读出来。好，寒寒毋惊正人诶主动，地以设法去拜堂。嗯，好，好，来，我读一下吼。伊伫1874心大不安，爱去食菜。嗯该在听见该牧师的道理，就来做教会。伊对入教了后，不知为着道理出力，煞心无爱去一间拜堂伫大良邦。毋过迄时大良邦圣诞的真歹，伊出力，因出力动人，毋通插起拜堂的事。嗯当时但愿不知有势力，伊平素做医生，
佫有三品道的官函，毋惊众人会阻挡，第以设法去拜堂。好，继续后一段，但愿一生熬做人，细汉的时就无白，后来认一个什么客伯客伯，客伯客伯，客弃伯，妇啦，吼，你知即个客字就是客欲的客，我知影客兄，客兄。来看客兄嘿，客伯来看，客伯。伫台语内底讲客伯弃兄弃妇就是义父义兄之类的吼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好，等者我记一下哦。诶，敢是结拜，毋就是是，客甲伯是无共。客伯就是华语叫干爹啦。哦，了解。哦，好，等者我记一下哦。敢若讲继拍续。客哟，安尼就是其实真正有吼。譬如讲，阮一个表兄，就是阮阿姑的查某囝吼，互阮爸做客查某囝。因就真正叫教保来吼，有写用红单头写一张契约书就对安尼啦。那敢若契约书就是讲阮查某囝某时某日出世，要互你做客查某囝安尼啦。送一张红单头互阮爸。哦，当然迄是敢若用来拜祖先用的，讲意思我认一个查某囝安尼。哦，好，所以才了解。会用迄个客字，嘿，拍客用。客用，嘿，客用。好，继续。又后来另一个客伯，伊也真友好意，去过年，去过年，买米就有2份，一份要友好伊的客伯，一份要尊敬传道。了解。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但愿一生熬做人，细汉的时就无爸，后来认一个客伯，伊也真友好伊。去过年买米，就有2份，一份要友好伊的客伯，一份要尊敬传道。好，小号。嗯，伊也真熬款待会友。迄时的教会底该牧师规定爱国听伊的道理，有诶对义人来，若到同源的厝，免贴迄贴迄息。你贴字吼，贴钱就是贴。迄是就是费用花息迄个意思。是。好，安尼了解。所以免贴迄息，免贴迄息，就是免互钱的意思啦，免互伊钱的意思。不用付餐费啦。免钱，不用付了解。餐费的意思吼。好，免贴迄息，所以迄时有一句俗语讲，贵人下上少，台北阿元高。意思是真好款待教会。下上少敢若真久以前嘛有读过，嘿啊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伊也真够款待会友，迄时的教会底教牧师规定爱搁听伊的道理，有诶对义人来，若到但愿的厝，免贴喜息。所以迄时有一句俗语讲：贵人下上少，台北阿元高。意思是真好款待教会。好，后一段，伊有
长啊，了解又长，等一下，长长老的节，嘿，伊的囝，哦，长担当迄个意思吼，啊对又对对，长长老的节，伊的囝存心也捌做传道，伊的好好诶，好诶，伊的好诶好诶，是啥物？好诶好意，是啥物？原来是即个意思，即嘿，个我爱记一个好嘿，诶。圣经较接看到即个词啦吼，因为圣经来定来看讲好意吼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，我来记一个，我毋捌听过即个词，刚刚听子孙后代即款的，呵呵，好诶，好，伊诶好诶，到一点一点一点四代，到一点四代热心何塞主。伊诶好到诶，即点，到即卖的对意思吼，对到对对，嘿，对伊的好诶，到即点世代，即个世代意思，即个时代，这敢是第五代时代，也是毋过看起来亲像第三条应该是世四代，代，世代吼，到即点世代，即点就是世代，到伊写字诶即点，即点嘿，即点世代，诶，热心何塞，搁咧互热心何塞主。到好，出版即本书诶即点，意思是我安尼，了解即个，我了已解即个。经四代啊，哦好， ，OK，伊有好，当长老诶节吼，当台语嗯，内底讲当一间，我记诶日语嘛讲叫当啥物番吼，当番啦，哦，伊有嗯，当长老诶节，就是当班啦吼。嗯，哦，伊有当长老诶节，嗯，伊诶囝存心也捌做传道，伊诶父会到即粒世代热心来哦，主诶，袂歹袂歹，嗯，好，安尼个拄好背，你遐背点，哦，拄啊好，嘿，八点，好，个拄好一个人读煞，嘿，安好，尼无即个好的啊，老嘿，鬼，老鬼后回再来读啊吼，好，后礼拜继续来读，一个人个故事讲一次啊，讲一次啊，安尼，嘿啊，嘛但是是袂歹，无啥物较嗯，大条诶故事，拢不过就亲像迄个啥物单元剧迄款的感觉，吼，OK，完整，第几啊？我甲迄个亚索先，嘿嘿，老嗯，鬼是第几啊？老鬼嗯，第90页，嗯，小写一个，我看袂记。嘿啊，90页，对，好，咱今仔日进度嘛袂歹，88嘿啊，页到今仔读3页，因为袂歹，无啥物较困难的拢。无啥物较困难，嘿啊，一般好，吼，嘿，尤其是我读圣经，我感觉圣经就简单读诶，圣经是我读诶。是对你来讲，是，但是我所有读嘿啊，诶文本内底，我感觉圣经是上简单读诶，其他有时我是哦，读啊嘿，会去加着字去，圣经拢袂死，也就简哦，单诶。嘿，哦，好，嘿，所以你那譬如讲你若有其他要介绍，还是讲其他诶人要入门吼，你当嘿，教伊对圣经开始读起。到圣经开始入门，对，好，好，了解，好，安尼后礼拜继续，大家好，再会，好，多谢，后礼拜再会，晚安。好，安安。